時候嘛，就是從外公這一輩開始的話，家裡面就是開那種小賣部、雜貨鋪的這種，然後再包括到我慢慢的長大的時候，轉化成超市的類型了，然後就是自己對我的童年生活吧的一些記憶。當時在試這個調料的時候，我的體重也就是100斤多一些，然後現在這個體重的時候就是完全當時試調料的時候吃出來的，相當於這一個調料是用了身上20斤的一個脂肪去換出來的一個調料。有時間的時候，幾乎每天都在去試這個東西，然後吃到自己都已經感覺不出它的那個香味。那段期間的話，幾乎飲食都是吃很清淡的白粥之類的。後面基本上，即將完成的那個階段都是靠朋友。